中山首個山姆會員店位於我哋中山石岐，過2個月就開業啦，8月27號。今日我哋睇嘅項目咧係離我哋石岐大順最近，而且係離山姆最近嘅一個項目，屬於石岐區展銳江悅灣。成個開發商咧係由展盈天鑽呢個團隊打造嘅一個樓盤嚟嘅。咁我哋石岐咧屬於經濟總部特區，呢個項目咧位於興發路，連接過嚟就係北愛環。去翻我哋嘅中山北站高鐵站咧，都係3分鐘嘅車程，十分之近嘅。咁離翻我哋山姆會員店啊，都係1公里嘅。今年8月27號，即係2個月未到嘅時間就已經開業噶啦。咁我哋呢個項目咧，配套嘅學校咧都十分之優質嘅，屬於石岐區嘅實驗小學啦、石岐中學啦、華僑中學啦，呢啲都係廣東省1級嘅學校嚟嘅。咁我哋項目有2大公園，一個係兒童公園同埋東港灣公園，呢2個公園環境都係十分之唔錯嘅，落樓行幾步路就可以去到噶啦。咁我哋去翻市政府、市人大咧，呢啲都係1公里嘅距離。對面200米就係我哋石岐行政服務中心。咁我哋項目就近嘅咧有4大商圈，都係1公里就可以去到嘅，包括我哋最大最 hit 嘅 Coco City 啦、華潤萬象匯、假日廣場同埋利和大順呢啲咧都係1公里揸車啊，十分之方便。我哋呢個位置，無論去翻我哋東區都係5到10分鐘嘅車程，咁去翻市政府各大嘅一個醫院學校都係十分之近，10分鐘你就可以享受到所有嘅配套。好啦，跟住我哋過嚟咧，同大家介紹下成個沙盤嘅一個情況。咁我哋成個項目咧佔地係3萬平方米嘅，一共分為10棟，其中咧有7棟係住宅，3棟係我哋公建配套嚟嘅。小區一共分2期開發。咁我哋現時咧在售嘅就係3棟、5棟同埋8棟嘅，分別為26層嘅高層住宅，70年產權嘅。咁我哋3棟咧107方咧，依家賣緊嘅價錢咧係14,000蚊帶裝修嘅。咁5棟咧有90平方，13,000蚊起步，同埋我哋85平方嘅85平方嘅01戶型係做咗複式5房。佢係結合我哋空中別墅同埋大平層，贈送最高去到57個平方，實用率去到130%嘅，佢單價咧就會貴翻少少，18,000蚊起。咁我哋8棟咧都有尾貨喺度清緊，搞緊特價嘅90平方咧，剩翻有3套。2樓嘅話係單價11,600。25同埋26樓咧就去到12,600嘅單價嘅。咁120平方清貨嘅話，2樓都係11,800，同埋14、18樓去到13,400嘅。咁呢3棟咧都係今年12月份就收樓，即係我哋現樓嚟嘅，即買即入住，即買即收樓。咁成個小區咧，佢係由展盈天鑽中山版嘅深圳灣1號呢個豪宅團隊打造嘅，所以我哋嘅裝修標準咧，亦都係屬於豪裝嚟嘅。跟住咧就帶大家睇翻我哋一個園林，因為我哋嘅園林咧係中山首個蘇通波嘅中式園林，亦都係十分之靚嘅。每棟架空層都有我哋一個主題，有閱讀室、書法室、奇藝社同埋兒童遊樂區等等。咁喺度可以揾到志同道合嘅朋友。
OK，我哋依家嚟到示範單位，先睇下我哋最大呢一個空中複式別墅，150平方建面面積。首先入嚟呢個大門呢，都係我哋交樓標準嚟嘅，8cm 嘅裝甲門，同埋4合一嘅指紋密碼鎖。咁見翻呢一個位置呢，就係開發商非常之捨得，全部贈送嘅，框住呢個位置，大概咧係有5到6個平方，唔計我哋房產證嘅面積嘅。呢個係第一贈送嘅面積。咁我哋呢個戶型係做咗南北對流雙露台，十分之通透，採光亦都非常之好啊！可以見翻我哋中山4.0嘅住宅咧，一大亮點，露台十分之大，足足咧有2.5米嘅一個深度嘅。望翻我哋園林景觀，而且係向南向嘅，十分之涼爽。咁睇翻我哋一個客廳呢個位置啦，睇翻我哋客廳呢個位置啦。咁咧連接翻嗰度咧，打通咗咧，係可以做到一個超大橫廳嘅啊。連接過嚟餐廳位咧，比較四正，放圓台、方台，空間都絕對 OK，冇問題嘅。咁我哋成個裝修標準咧都係一個豪裝裝修標準嚟嘅，包括我哋老闆3件套嘅抽油煙機、煤氣灶同埋我哋消毒碗櫃，呢啲都係標配嚟嘅，仲全部都係用一線品牌，而且我哋呢度咧仲可以預留翻一個雙門冰箱嘅位置嘅。咁睇翻我哋北露台呢邊望翻園林都係十分之舒服嘅。環境非常之安靜，而且我哋呢邊咧係萬科1級物業維護嘅，物業非常之唔錯，係國內數一數二嘅。1樓咧連接過嚟有一個公共洗手間嘅位置，咁呢啲全部都係用咗一線品牌嘅，咁呢個空間咧都係 OK 嘅。咁我哋呢個戶型一共係做咗5房3衛。我哋呢個戶型一共係做咗5房4衛3套間嘅一個設計。呢一個房可以做翻我哋老人長輩房一個套間嚟嘅。咁左手邊預留咗一個做到頂嘅衣櫃啦，跟住放個米半床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位，而且入邊咧仲有一個套間洗手間空間咧都係十分之足嘅。可以見到咧，我哋展銳江悅灣咧呢一個開發商打造嘅佢嘅裝修品質同埋細節咧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而且我哋呢啲插座同埋，而且我哋呢啲電掣咧全部都係用西門子一線品牌比較出名嘅。咁可以睇翻連接過嚟第2間房咧，都係一個套房嚟嘅。我哋每一個飄窗位都係贈送翻俾大家嘅。呢個都係第2個贈送嘅一大亮點，交樓就已經幫你卜好晒噶啦。咁呢個房可以做翻我哋一個主人房，放一個1.8米床都做到3邊落床位。衣帽間就預留咗響我哋連接洗手間呢邊嘅走廊位。咁我哋呢個洗手間咧係比較闊落嘅，比翻我哋啱先長輩房可以見到空間都十分之足嘅。我入嚟呢度。呢度都有差唔多接近2米嘅一個闊度嘅，比較四正呢個洗手間。咁我哋睇翻第3個房，最細嘅房咧都有8個平方係可以俾到你嘅，跟住鏡頭一齊睇睇。咁呢一個空間咧就可以做翻我哋一個書房啦，或者係客房有親戚朋友過嚟咧，咁呢個房咧都係足夠嘅。咁我哋2樓咧仲有一個套房，呢個戶型就結合咗我哋一個別墅同埋大平層嘅一個相結合。中山4.0產品咧最近咧都係比較 hit 嘅一個話題嚟嘅。咁有2個樓盤咧係27年先至交樓嘅，咁我哋呢個樓盤就已經係現樓狀態，今年年底就可以收樓，即買即收樓。2樓呢個套間咧可以做翻我哋一個兒童房，該有嘅全部都有，而且咧仲有獨立嘅衣帽間同埋獨立洗手間，俾翻大家動靜分離。咁呢一個戶型嘅話咧，私密性亦都非常之好，採光面十分之足嘅。喺市區呢種戶型係非常之稀缺嘅。
咁單價呢度咧就圍起身就係18,000左右。咁相信大家對中山石岐一啲都唔陌生啦吧？咁如果話想喺中山置業嘅話咧，石岐區無非係大家一個首選嚟嘅，因為咧最多嘅美食都係喺我哋石岐區，而且咧吃喝玩樂配套咧真係十分之齊全嘅。咁我哋呢度位於石岐核心地段，而且首個山姆咧就係項目最近嘅1公里，揸車都係幾分鐘嘅車程，去返中山北站咧，同埋我哋 Coco City、利和商圈、萬民匯、大信咧，都係5到10分鐘就可以去到嘅。配套十分之齊全，而且係中山首個蘇通坡嘅園林，十分之有禪意嘅。而且我哋咧仲可以做到低首期3萬蚊就可以上車，輕鬆上車，剩翻嘅全部都係月供。如果各位對呢度感興趣咧，可以嗱嗱聲聯繫翻我，帶你實地睇樓啊！